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思念你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我扶你先啊，来，你落去倒咧。阿娘，林公主，阮阿娘有要紧无？拄则伫咧摒扫的时阵，佮甲我有讲有笑讨论我兄的婚事，哪知影雄雄都昏去啊！有囝连心，好夫人婚去，敢讲甲天生有关系？林公主，你哪唔讲话？我阿娘是毋是足严重？哎呀，母年良子已经浴血重生啊！那安尼天生早晚会变做真好人哦。林公主，林公主，外阳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会救恁阿娘。多谢林公主。启禀将军，部长已经找到康康大师啊，也毋过，伊讲伊今日要参加一个真重要的婚事，无路前来赴用。什么人的婚事？这属下就无了解啊。你是咧办什么代志啊？是，属下顺便去查核清楚。唔免啦，水晶配合。是。雪琪，你是安怎会要做动？我若约了无唔对，伊应该是去参加胡天星甲江秀莲的婚事。胡天星，胡天星都已经死啊，是要安怎成婚？胡天星根本无死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我听到消息的时阵，嘛感觉无可能。啊，毋过我看到慧敏为着胡天星要娶江秀莲，遐尼艰苦，所以我想，这件代志应该袂。胡天星无死，胡天星无死，咱是要安怎？哎呀，敢讲胡天星已经变做灵王啊？胡天星若变做灵王，啊若国会知影讲害死因老爸人是我，啊这是要安怎办啊？将军，你心莫烦恼啦，到时咱才看书办事啊。重要的是感情，申请是人生的大代志，而且你阁是胡天星细狗长辈，咱来送大礼，倾心去甲伊祝福。我敢毋是甲恁讲过啊？这件代志，敢若会用顺势理为，恁共款是毋听，嘛是要去找伊。恁敢知影安尼伤害着偌济人？娘娘，阮知影阮两个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伊也毋过，阮真正嘛想过其他办法，会当出卖阮家己，所以娘，你即摆较严重的啦，阮两个去开牙牙医头吼，啊，夜暗拢莫入去困啊吼。这个遗憾已经造成，
是永远无法度弥补。这件代志的严重性，嘛毋是咱会当简单挽回。阿娘，阿英，阿娘，我回来啊！奇怪，阿娘是走对。哦，这个外英搁真够报地。天星，宝贝啊，嘿，听讲你要娶亲哦，我紧来甲你恭喜一下。多谢多谢多谢，来，宝贝啊，坐啦坐。好。自你细汉哦，我就看你较大。总算会使娶某啊，真好真好。宝贝啊，感谢你呢。阿英阿某来啉我的喜酒呢，迄当然的咯。宝贝啊，你坐坐，我给你倒一杯茶。好。真正有够可恶呢！分手这么做，这么伤心，爱伊才这么欢喜。这支刀，当初何公主为小姐疗伤的布，咱甲绑做伙，传给何公主。伊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吼。宝贝啊，啉茶。较早才点问我嘞。毋过要是也对啊。中阮迄个戏。迄个戏啊，大字哦，一定看会到的啦。哎呦，哦，够痛！什么物件？多一个死人物件后袂肯？啊，哪这个刀啊？天之香啊！你今仔日办喜事，无会有人来抬你。歹势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啊！哎，宝贝啊，宝贝啊！有急事，赶紧到破厝啊！为民在找我。传给何公主啊，我办代志，放心。啊，不过李芳，咱安尼做到底好还是唔好啊？我感觉呢，是感觉怪怪的。小姐，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去假秘书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家己迄部床吼，带何公主来，你爱全部等出来哦。这是你上好的机会啊，知无？啊，不过咱要勉强伊，我惊伊看轻我。小姐，你嘛较拜托咧，我知影你生面前惊歹势，啊，不过要追求你的幸福，你要勇敢站出来啊！啊，无你要看迄何公主娶秀莲，啊，秀莲当领笑，你当边仔好安尼哦，知无？小姐，伊来啦！起来啦！小姐，你唔通想袂开，起来啦！啊，你唔通以后公主要娶别人，你就想袂开啦！慧敏，紧倒来！你把我放开，我要你管啊！哎，你这个无情无义、无悔无报、再良心无够正的臭查某，你要创啥？点点，我讲。阮小姐对你这么好，你是要变心要娶别人？你安尼真正有够伤阮小姐的心的啦！慧，你听我讲啦。天生，虽然讲咱自细汉就有婚约，啊，不过你应该知影，我爱你娶我，毋是这个原因，迄是因为我是真心介意。慧敏，其实有这个代志。我跟你讲，你免辩解啦。当初啊，毋是我伫遐去靠小姐，小姐才有带回中原死翘翘的啦。
查某囡仔愈介意你，恁这查甫人就愈来愈臭屁。像我的情况险嘛是，我遮尔介意伊，伊拢对我无感觉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我是水人无水命。青红兄，我有够想你的啦，青红兄。青红好啊，你他，你是讲我倒位去啊？歹势啦，看你两个你较像着青红兄哦，歹势歹势。慧敏，你拄则安尼做哦，太危险的，你知无？其实哦，所有代志毋是你所想的安尼啦。毋是我想安尼，那要是安怎？哎，为着我敢若会当讲，你听到拢毋是事实啦。毋是事实，迄是恁小妹的原因吼，亲嘴甲阮讲的呢，讲你要和秀莲相亲，敢我这拢是假的？慧敏，我敢若会当对你讲，你今下晡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你就当了解一切啊。你叫我去参加你的婚礼哦？对啊，参加你的婚礼了后，啥物代志拢袂赴啊啦。慧敏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下晡你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一定有你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小姐，安怎？这招有赞无？哎呦，你较巧，你去讲，你去讲啦，你讲啦。你若有啥物代志，行过来遮讲。你讲啦，你啦。牛牛，天心甲秀莲今仔日就要成亲啊！大家拢知影天心是真好，林峰转世，后尾就变大魔头啊！秀莲若嫁予伊，一世人就去了了啊啦！对啦对啦，牛牛，这种代志绝对袂当发生，一定要阻止。你拍算要安怎阻止？就是唔知，唔才来问牛牛。我敢毋是已经讲过，假使伊若是有缘分，你是无法度阻止；假使伊若是无缘分，自然就无法度成亲。啊，毋过牛牛，伊两点要拜堂啊呢，我知阮两个哦去找天星是阮的唔对，啊，毋过这件代志你袂当无管的。是啦，牛牛，秀莲是遮尔好的查某囡仔呢，伊嫁予天星，一世人拢会去耽误着，咱来甲斗相共啦。恁两免烦恼，因是无法度成亲的。是安怎啦？这里秀莲成亲的时阵，我来去一撮。啊？哦，你起来是要创啥？牛牛都讲过，伊甲天星无法度拜堂。你想看卖？天星已经变灵王啊！我这个做兄哥的，敢要去保护秀莲？先煞看因咧比啥物吧。阿姊，你今仔日是安尼，足水呢。阿姊，这是阿爹拄则予我的，你等阵若是行出去，一定爱会记哦。但可是等伫涂骹，我嘛会伫后壁泡水，知无？阿红，多谢你，辛苦啊！秀莲啊，啊你是咧讲啥？阿爹看到你用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阿爹无用甲真欢喜呢。阿姊，你即马叫我提醒遐，你就是好家媳妇。想起以前，你甲我斗洗衫，教我读书，搁对我遮尔好。阿姊，即马想着要甲你分开，我着足唔甘的。唉，阿红啊，阿姊要出家是喜事啊，你应该替阿姊欢喜才对。恁阿姊哦，会晓找到像天星这样好的对象，真正真无简单。
小莲，过去好嫁，你就是好嫁的新妇啊。袂比以前伫咧厝内做人做事，还佫较有分寸，佫较捌礼数，吼。早起晚困，勤俭持家，谨守妇道，友好大家。做什么代志，拢会以翁婿为先，知无？怎么叫知影？虽然好嫁的人拢真好，你未来的大家嘛会好我疼惜你。也毋过，搁安怎讲，你嘛是人的新妇，要知影家己的身份，做什么代志，拢爱有站站。千万袂用互别人讲闲话，嘛莫互阿爹烦恼，吼。起来起来！爹，我若是嫁出去了后，我都袂当伫你的身躯边友好的，请你原谅查某囝。小莲啊，你莫想遐济啊！阿爹身体阁真勇健的，还阁会用照顾家己的。只要阿爹会用看到你，会用幸福，会用快乐，阿爹就足欢喜啊！阿爹，感谢你的永远支援，查某囝唔知要安怎报答你，请受查某囝三百。好，好，来，你的好心阿爹知影，莫阁哭吼，阁哭歹去哦。到时阵天生若无要娶你哦，啊你是要安怎啦？嗯？我若是嫁袂出去，我同阿爹你饲一世人啊。你哦，阿姊，时辰到啊！天星遐，哦，唔对，即摆叫姊夫，姊夫差不多紧要到啊，咱就爱出去啊。对啊，好准备啊！阿爹，阿爹，啊，阿爹，阿姊，好啦，好啊，莫哭啊！阿姊。头前围起。望眼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风。秀莲若生甲足水的，而且温柔体贴，阁骨达，阿兄因带着伊哦，真正是有福气。看过秀莲的人，拢知影伊是一个足贤惠的查某囡仔。我相信恁阿爹在天之灵，一定足欢喜，会当带着秀莲这样好的媳妇。阿母，国英。慧敏，恁哪会来？慧敏，我阿兄甲秀莲都要成亲，这已经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我希望你会当看较开的。今仔日是阮阿兄大日子，我警告你哦，千万唔通胡白乱来。是恁阿兄邀请我来的。是阮阿兄邀请你来的哦。当然啦，啊无阮家己来的哦。哼，是天仙讲，我若来就了解一切，就了解伊对我是，只是朋友的感情。以后你嘛会当放心，欢欢喜喜去嫁予别人啊。你吼，你真正是有够过分的，你是啊？来请是。慧敏，请坐啦。多谢阿母。
大将军。好，回礼，你哪伫遮？我好福利，恭喜！多谢。好福利，真恭喜你！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真无简单，将天生成养成人，会使讲是苦尽甘来。今仔日看到天生要成亲，相信阁无偌久你就当抱孙了，到时一定会当好好享受清福。多谢将军的kind令，请坐。应该来的无来，不应该来哦，颠倒先来。王英，唔通无礼貌。新郎新娘到。阿兄阿嫂来啊！天生伊来啊！伊讲要互我一个交代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小姐，迄个后公主是咧变啥物梦啊？伊讲要互你一个交代，啊，即马新娘拢转来啊呢！我足惊伊是要互你歹看啊！你莫阁骂伊啊啦！我相信伊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原因的。伊绝对袂骗我。哦。奇怪，杨虎毋是讲空空大师今仔日嘛会来，哪会到即马还袂看到人呢？新郎新娘到。阿兄阿嫂，恭喜恭喜！阿英，多谢你。天生，恭喜！天生，恭喜！大将军，多谢你。勇气，明明就六位挂彩底有心咧讲恭喜。哼，好佳哉人有来，看因在比什么梦。青红兄，青红兄，佮看到你安尼？别乱来。青红兄，来这做人做阵，较笑较笑。我看到伊，我都足艰苦，是要安怎笑？你笑我看，你笑了会要。青红兄。拜堂啦，等你拜堂啊，算啥呢？这时候，请新郎新娘就位，一拜天地，拜。天生，刚讲你真是要插手咧？你毋是讲要互我一个交代？刚讲亲像你通讲的，你是咧骗我的？礼拜过堂，拜。夫妻对拜。拜。等一下。各位贵宾，今仔邀请恁来，并毋是要见证我甲秀莲姑娘的婚礼，是要互恁来见证我甲秀莲姑娘从今以后情断义绝，永无瓜葛。红颜秋歌旁
寂无行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 等一下，各位贵宾，今仔邀请恁来，并毋是要见证我甲秀莲姑娘的婚礼，是要互恁来见证我甲秀莲姑娘从今以后情断义绝，永无瓜葛。 各位贵宾，我搁讲一遍，今仔日邀请恁来，是要互恁见证我甲秀莲姑娘，从今以后情断义绝，永无瓜葛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已经讲第二遍啦，你敢听无清楚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对即阵开始，咱两个人田无沟，水无流，你过你的生活，我过我的日子。你讲的敢真实？天地为家，所谓贵宾为正。 我句句实话。天星，你知影你即摆咧讲啥无？阿兄，你哪会安尼做啦？秀莲，你莫听我阿兄有白讲啦，一定是头壳讲无清楚，才会做这种代志。何英，阿英的头壳非常清楚，我拄则所讲的话，每一句拢是实话。 原来天星讲要互我的交代，就是这个哦。虽然感觉秀莲足可怜的，啊，毋过事实证明，天星对我是真心的，伊无骗我，伊无骗我。何天星你，秀莲名字，我爹名字，何天星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敢听？天星，天星，秀莲名字我爹，你敢跪好？ 这好了，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你是安怎要咱对待我，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是安怎你要安尼伤害我，但是。 我讲问你最后一届，你拄则讲的，够真实。既然你想要听，那安尼我阁讲第三遍。从今以后，我甲你情断义绝。 永无瓜葛。
好天心你！等下秀莲可能走出，空空大叔对出你啊，无啥物代，先对妈做别啦。要我紧啊，先对妈做别，行啦。各位，今仔日除了让大家见证着我甲秀莲姑娘情断义绝、演无瓜葛这件代志以外，我阁有一件真好的消息要向大家宣布。我已经决定要带大将军的查某囝慧敏姑娘做某，我反对。唔免搁讲，有我的允准，你唔免想要叫何天星。我是安那袂当叫何天星？唔免问，我有我的理由。我是安那袂当问啊？这关系我一生的幸福嘞！都是因为关系你一生的幸福，我更加袂用允准你叫何天星。你声声句有讲为我好，到底是对有我好？你讲嘛？你啥物理由拢无，就敢若反对？你根本就是为你家己想尔嘛！任何代志我拢会用答应你，都干那一项，你听我的。我话，我就是要叫何天星。慧敏，好啊，请大家拢转去。既然今仔日婚礼不成婚礼，请你大家拢转去。外英，散开。各位，请。转去，转去。天星，你甲我过来。去恁阿爹正家面头前，甲我跪落。华英，将家法摕出来。阿娘，按进去。天星，你对今仔日的代志，你有啥物话通我讲？阿娘，今仔日的代志拢是我的唔对。阿娘若要处罚我，我无怨言。你无怨言，你无话通讲。你甲我讲你的一生对秀莲，你一世人都袂误会。你甲我讲你对慧敏有感情，你无想要高攀将军府，结果你今仔日讲要娶伊。我从当初保护你的时阵，你答应我，你一世人拢会承担。你对秀莲是真心的，你老阿母会负责我来一世人。自细汉我就教你，做人爱有信用，爱有情有义。咱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也毋过嘛毋是款南三所的歹人。做任何代志对得起良心，对别人嘛是同款。结果你今仔做啥物代志？你知影你安尼伤害秀莲有安尼啊痛无？你叫我安那面对秀莲，你叫我安那对得起你阿爹？是我唔对，是我袂晓教囝教伊这款囝，我后悔。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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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理我！你甲我跪好，面对你
爹的参加，你想看卖你囝到底是做什么代志？阿爹，阿娘误会我，我应误会我，所有人拢会当误会我。不过我希望阿爹会当了解，阿爹会当支持我。秀莲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影你对我情义深重，我嘛无放袂记咱两个人的海誓山盟。也毋过，就是因为我太爱你，所以我必须要彻彻底底来离开你。秀莲，我甘愿这阵互你分我，互你怨我，我嘛袂当互你以后受到伤害。秀莲，请你原谅我。谁说你别来伤害我？谁说你别来对待我？公公，你之前讲的海誓山盟，你都放袂记啊，拢是骗我的。感觉咱的感情，真是亲像一支断去的针花感觉，永远都无法收回。良缘也结缘，真是假来假还是真呐！一切是非实，也实也非实，非实非非实。是民主佛法啦！但真师傅。哦，空空非断情，断情非空空，空空非空空，断情非断情。但真师傅，我唔知你是咧讲啥。世间万物烦恼何其多，区区一点仔感情债，何须挂意？唉，顺缘莫贪求，逆缘莫恐惧，攀缘莫紧随，随缘得自在。但真师傅。你的意思是？哦，天机不可漏泄。啊，不过我已经给你一个提示，就是各家免去带阿母，阿母嘛免叫各家啊，了解无？
生秀莲，永结同心。我搁差一日就完成啊咧。你这样早起来是咧无闲做啊？我要甲咱两个人的爱情结在我这个大石头，互天地见证咱的良缘。秀莲，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爱。我本地廖春讲，咱会当厮守一生，但不真可惜，真可惜咱无法度。秀莲，为着无要互你将来佮受到更大的伤害，我只好当机立断。希望你会当原谅我做这种决定。真是的，秀莲。慧敏啊！将军无声音呢。慧敏，阿爹要来看你，紧开门啦！慧敏。将军无声音，伊是袂一定安尼。哎呀，慧敏，你若唔讲开门，阿爹是要弄你吧？哦。慧敏，你出去啊！我不要看见你啊！慧敏啊！阿爹，这是有啥唔好？你啥都无好叫伊，你敢有想过我的幸福？你敢有想过我的生活？慧敏，你听爹解说。我袂听。慧敏啊，你莫安尼使性地，较认真地听我讲。天生绝对不是你一个好对象啊！你要相信我嘛。我袂相信你，我袂相信你啊！慧敏，你听我讲哦，天生哦有一个你有所不知的秘密伫个啦。你若坚持要嫁伊哦，后摆痛苦的人是你啦。我袂听，我袂听！你若是要出去，我就……嘿，慧敏，你唔通错梦，听爹讲，听爹讲。小姐，你较冷静的啦，有啥物代志向将军参详啊？你安尼只下倒来吼，反悔袂赴啦。哎，慧敏，你走啊！你哪个出去啊？阿爹出去，阿爹听你的话，哦，我出去，你千万袂影伤害你家己哦，千万袂影伤害你家己啊！美芳，一定要好好把照顾，绝对袂影伤害家己啊！啊，若无我先找你做小。小姐，你较冷静的，打灯互我哈。你给我出去啊！你能不能出去？出去！秀莲，啊你哪唔食？爹，我食袂落。阿姊，你即马伫咧厝的，安尼你就毋免大家烦恼。我甲阿爹有食饱无？啊有刮着无？啊敢有好好照顾家己？阿姊，其实无心情哦，嘛袂要紧啦。你留伫咧厝内底陪我甲阿爹嘛是真好啊。你狂囡仔，从今以后，迄两字袂晓伫厝讲，啊啦，日子听着愈艰苦，知影？知影啦。
阿爹，我话你讲啊，我也袂晓讲，等一下讲唔对，你可要甲我骂去了。秀莲啊，我看你拢无食，你看卖啊，今仔这的菜哦，拢是你爱食的，阿爹亲身去替你煮的呢。来啦，加减食一寡，好。阿姊，你安尼，阮足艰苦呢。你看你啊，食无，嘛无爱讲话，我看甲实在哦，足唔甘的。阿娘，哦，是的啦，我真是无代志，你莫烦恼。其实啊，风可能摸唔着啊，我无心情，会当踮伫厝里，等一家伙啊，会当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我若是嫁出去了后，都是别人的媳妇，我就袂当友好你啊。哎，秀莲，你莫阁委屈你家己啊！阿爹知影你心肝内真艰苦，你莫为着阿爹甲恁小弟，安尼过做无要无紧。 你若是要哭，做你哭出来，莫忍住的。阿爹啊，我真是无代志，你莫烦恼啦。食饭，食饭。是啊。阿爹，我出去嘛。阿妈，你这是创啥？紧起来！你搁迄个面子敢来食？阿姨婿，秀莲，是阮何家对不起你，我是来赔罪的。阿妈，你莫安尼，我先担袂起。来，起来。来。 秀莲，实在是真歹势，是我也遐唔对。你伫个大家面头前，挑工要找你的麻烦，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会要安尼做。你实在有够可恶啊！秀莲，我实在是足唔甘的。我本来想讲，天生会当互你一世人的幸福，想袂到。 伊竟然安尼忘阮陪伊，你受到遮尔大的冤枉。好煞气啦，可能注定我甲天心无缘分，过去的代志都莫搁提起啊！你莫遮尔伤心啊！秀莲，想不到阮何家竟然会出天心。 这款的好心，阿姨婿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，才会当弥补着对秀莲的亏欠。你免搁讲，恁若真正有迄个诚心，叫天生亲身来会室的，伊敢免互秀莲一个交代？阿姨婿。 阮天生今仔讲什么话，伊做过什么代志，伫我的心目中，秀莲是我唯一的心，我永远都袂改变。我也不准伊娶任何查某，阿姆甲你保证。阿姆，你莫安尼啦。 天心的代志，到这为止。假使讲伊心内无我嘛无想要勉强伊。我当初我一世人捌识使伊。秀莲，
拜托你莫来行来行去，秀莲已经倒来，嘛平安无代志。啥物咧平安无代志啊？人是平安啦，规粒心肝已经脆糊糊啊啦。哦，喂，我来坐秀莲。等下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即马当时啊，人秀莲公园已经困啊，就算无困，伊即摆心情啥物话哦，伊拢听袂落。即马上解重要，爱互伊冷静。也毋过感谢这个代志，毋是咱两三人久的，凊彩拉来伊就好啊。讲过，拜托神，拜托你，最伊家己爱放下，爱看破，知无？知啦。也是讲陈立顺哦，娘娘，真足厉害，早就知天星甲秀莲，我都拜堂。娘娘当然嘛知影，是咱家己无要相信。娘娘，歹势啦，阿姨既然无法度结成，是咱秀莲爱受这么济苦咧。这拢是天意，人生不苦，甜饱烦恼，贫富浊流，无一个当撇免。只有是了解苦因，修不正道，才会当看破放下，自在解脱。娘娘，我甲顺风了，程度都无甲伊悬。拜恁在甲阮开始的时阵，拢遮尔亲听无啦，也拢无嘿。毋是恁听无，是因为恁大家心拢无静。恁只要静心听，恁自然就听。人生不苦，生苦、恼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。娘娘头前迄生老病死，我是听有啦。啊，毋过啥物我毋知啥物苦，我听无啦，歹势。怨憎会苦，甲爱别离苦是相应的，也就是讲，愈是怨憎甲嫌弃的人事物，伊就愈会来甲你相敌。也若一个五阴炽盛苦的五阴，就是五运。五阴一卒成身，如火炙烈。情七苦，也就是因此而生。人生在世，一定要经过这八苦。假使若是有苦受不正道，自然就无看无啦。娘娘啊，啥物是不正道啊？正道，这就是如来佛祖的讲法，也就是上升结实的道品。为理社向正，转迷可恶的修持规范，是佛教的教义精神。这八正道所指的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义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所以安尼讲，就是人生在世，绝对无法度脱离这八苦。不管你是愿意，或者是无愿意，伊拢总会发生，是无法度避免的。要安怎让家己搁较袂痛苦？只有是苦修正道，才会当解脱自在。妈祖娘娘，本来我了准讲，这是一桩真美满的姻缘，嘛真期待会当有幸福快乐的人生。啊，毋过想袂到，代志竟会变安尼。其实我并无怪天心，敢若会当讲是我无福气，只是我一直想无，假使讲天心真是无介意我，是安怎毋较早甲我讲？既然答应要甲我成亲，是安怎阁要安尼伤害我？啊，毋过这一切拢无重要啊！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过日子，好好平静我的心情，袂阁去想过去的一切。秀莲公林公主，你甲天生的代志，我拢已经知影。会晓泡茶的人，茶泡出来，毋若有香味，
落后嘛会甘甜。啊，若袂晓泡茶啦，茶泡出来有苦味，而且佫会泡伤久出甜。世间的情爱嘛是同款，就是因为你爱上深，所以你即马才会遮痛苦。秀莲，假使你家己若无法度跳脱，任何人拢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我敢会用送你一句话：回首轻脚，随心幸福。等待一段日子，你才阁想到这段，即摆听已经渐渐淡去。回首轻脚，随心幸福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秀莲，有为法就是世间法，世间法是种种上的变形。你会知影，有变形，就有生灭无常。也就是讲，所有的一切，拢毋是永远的。就敢若你咧含面同款，毋是真实。也毋过众生，往往是无法度知影讲，家己已经执着伫咧虚幻的生灭无常，所以才会行毋着方向，才会用毋着心。假使若莫执迷不悟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就会产生清净心。人生在世，永远会碰到真侪风影。只要你有用心，冥冥当中，上天一定有安排。我只是无了解，是安怎上天予我的考验这么多？我的查某囡仔会当幸福美满，是安怎我连幸福的权利都无？世间的爱有真侪种，有亲情、温情、友情、爱情。虽然你失去天生对你的爱，不过你敢袂记？你还阁有恁阿爹、恁小弟，还阁有阮身躯边这的好朋友，阮拢有对你付出关心。所以你毋但无失去，你颠倒得到更较侪。你应该好好啊珍惜大家对你的爱。你讲错，你讲了无毋对，是我伤过一条这段感情，无去考虑到阮阿爹甲阿公的感觉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珍惜我家己，我会较勇敢，我会将我甲天生这段感情放袂记哩，好好对我未来人生，好好照顾阮阿爹甲阿公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。敢若差几个时辰，模拟良子就当完全复原，到时阵我就会当恢复龙王之身咯。妈祖啊，对前世到今生，你为着要掠我转去天庭地罪，向玉帝请功，一直教我高高低。这边我绝对要甲你彻底毁灭，以消我心头怨恨。哪安尼啊？天哥咧变化，这是龙王的妖魔下去。伊天生失去想念的时阵，邪魔之气掠遍天界人缘，这就表示
中王已经要再重生，假使中王再出，世间一定有浩劫发生。千里顺风，在，紧行。血问天下谁为公？唯我恶色万不空。一朝翻动世间路，空梁出甲看青红。等一个已经等一久，今日总算向我金身正果。马祖，你的自卑心是最大的缺点，所以我情和联盟无需要甲你硬对硬。今仔日，佮模拟良主后生，就准讲你法力无边，你嘛无法度发现我情和联盟已经重生再现。魔气竟然消失，消失啦！啊，你上介好啊！嘿，一定是遮毒用哦，咱娘娘法力比以前更加厉害，所以常常出救伊。啊，对啦，那你讲天生就袂变做灵王吗？袂阁危害天下的重生啊！了无？伊潜伏数十年，真无简单，才等到这个再生的机会。伊若无这么深的个性，无可能这么紧就修炼退转。敢嘛是天生发生什么代志？千里顺风，行。那别干呢？对啊，今日明明就是天生变灵王，日子才会变难的啦。天生啊！天生，天生，天生啊！天生无。千里顺风，进来。哎呦！来来啦！天生设计。天生，再坐一下。天生，天生。我完成，我这也是妖怪的模式。天生，天生，你受伤，你莫讲话，我替你看卖。老舅，我就怀疑，伊这妖怪袂过来对我哥哥甜，我总算会当做变完人。天生，你真是脱离魔性啊！真好。多谢你的开阔，多谢你。天生，甲带倒去妈祖庙。天生。林公主，您转来。何天生伊是安怎？伊无小心受重伤，万里清风，
应该插你身吧。哦，娘娘啊，天星到底是偌死啊？你着来伤，家仔无伤着5种烈火，只要化物顺气，好好休困，就会无代志啊。万丽，你赶紧去何家，甲何老夫人还佫月英讲，咱已经找到天星啊。是。少年，你是咧创啥？我甲天星的话已经真啊，这个3落的，只是加伤心。唉，你虽然安尼做，也毋过阿爹知影你的心肝内，无可能遮尔紧就放下咯。甲这个衫烧掉，就是我决心，甲我甲天星的感情嘛烧掉，把阮的一切变作过去，然后我要亲像林公主所讲的安尼，化小爱为大爱，去关心搁较侪需要我关心的人。秀莲，你安尼是何苦啦？我拄则看到林公主带天星回来，伊敢若是受伤昏迷，你敢要甲看者？天星受伤，伊够要紧，伊是毋是？我知影你想要看伊对无？好，阿爹带你来问迄个护士嘛，行。阿爹，看伊是搁会当怎？天星的任何代志，拢甲我无关系啊。就算讲你决心无要甲天星有任何的关系，也毋过你嘛通去问伊啊，是安怎要欺骗你的感情，叫伊互你一个交代。唔免啊，是毋是有交代？对我来讲已经无意义啊。我甲天星的一切拢过去啊。秀莲，看你愈急啊安尼无要无紧，阿爹的心愈痛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。阿爹，我要出去一下。你要去倒？我心情无好，想要去洗洗啊。我看你是赶紧去看何天星啦。将军，你真正足了解小姐呢。啊，毋过我保证，阮去吼一个下就转来啊，吼，保证。李胖，你免假话啦！你若无讲话哦，无人甲你当作是下狗。小姐。好啊，紧送小姐回去房间。阿爹。养好。阿爹。大将军，加派几个人日夜守护小姐，无我的允准，绝对袂用让小姐离开房间一脚步。是，大小姐。你甲我讲的啊？阿爹，你讲我遐尼好听，啥物叫人保护我的安全？你根本就是甲我关伫房间嘛！我毋是犯人啊！你啥物甲我关起来？你是阿爹的宝贝查某囝，阿爹安尼生做，完全拢是为着你好。你乖乖啊听话，回去房间休困。我不爱啦！我要出去！李康，行。好，紧请小姐入去房间。你敢？云浩，你先退下。是。
慧敏，爸仔囝哪有啥物大冤仇啦？你拢遮尔大汉啊，莫搁掠恁阿爹生气，先听恁阿爹的话，吼。我的代志你免管。李芳，将军叫你带小姐入去房间歇困，你是无听到，搁徛在遮，好好照顾恁小姐。若有啥物死角差，你的皮就甲我掰下来。是，小姐，你着听将军和书记夫人的话，咱先回下房间好无？你莫搞我啦！我唔管，我要去看天星啊！小姐，我不准！阿爹，小姐，美芳甲你拜托的啦，我虽然做大空嘛，袂开门互因拍，咱回下房间啦，好无？莫搞我啦！这个囡仔实在是伤歹去。将军，你着莫生气，你予慧敏一点仔时间，伊真紧就会想通，嘛会了解你的苦心啊。希望是安尼啦。书记夫人，你阮有的物件拢准备好。好，你先落去。是。书记，你反复下骹手人传物件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昨昏伫何天星的婚礼，无看到空空大师，我想我亲身去甲伊拜访，看伊到底是毋是断情。哦，所以你传这款物件，就是要去甲拜访。假使对方若无歹意，我就将这个物件送互伊。若是有啥物企图，要送伊，就毋是这啊。阿娘，你人无爽快，厝内代志交互我就好啦。来啦，小休困一下。不要紧啦，我若是倒去眠床的，我就会想讲，天生哪会对秀莲做出这尔啊大伤害的代志？伊根本就毋是这款囡仔，哪会变成安尼？而且我嘛感觉对秀莲甲伊使，真正足袂当过。我赢！谢你啦。好，无紧无紧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紧紧，恁两个对俺妈做伙是怎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天生受伤啊！阮公主即摆咧甲医治。天生谁哪会受伤？啊，有要紧无？有生命危险无？你免紧张啦，再讲起来话头长啊。辉婷啊，即摆跟咱妈做伙，好，行，我抓落。紧来，紧来，紧来。来呀，康康康啊！去呀，康康康啊！阿弥陀佛。好，这位女施主，你的眼神敢若咱有熟悉哦。苏影，你会记得啊？我书记啊，你的师妹，你是我的师兄。苏影，看到你无死，我真正足欢喜的，安尼我嘛较放心啊。苏影，我，师兄，莫非我是输教的那兄？苏影，咱遮尔久无见面，你莫甲我创治啦。我哪有甲你创治？你根本就咧甲我创治啊！好，你一定毋是人。我，嘛毋是人，因为我是空空。空即是空，空即是空，人生本是一场空。空空也空空，空空也空空，做人叫我空空，凡事拢会通，听有无？哼，敢顶空啦，笑美我。是嘞，好，吹掉。
的三分七八地在这内底，所以我头壳才会空空。啊，你行路头拄一直摇对无？我这头壳戆戆哦。敢讲段真真正是起笑？苏兄，我知影你一定对我搁咧生气，挑工我爱另外，你莫安尼对待我啦。你看，我今日哦，传一寡你爱食的物件来互你食呢。头壳若空空哦，就变空空；啊，腹肚若空空嘛会空空。这物件甲缀入到我都人叮当，加油！来，做伙来。哇，苏兄，你千万唔通怨恨我哦，我会摕假的百劫经医害你，拢是将军叫我安尼做的，我嘛是不得已啊。段姐，你是好啊，莫伫遐甲我顶风辣笑。你在叫我？你承认你是段静啊？吼？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袂教人啦。你的武功已经废掉啊，你也无法度伤我。来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秘密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唔好甲所有人讲。我做空空，全世界拢知，都干那你唔知，啊，莫非你也空空？啊，咱两个人拢空空，咱食饭就用碗讲，时间放甲天天通通。好啊，我无想要浪费时间，大姐，唔管你是真笑是假空，非得你若死，我就唔管你转来想要创啥。惊死人咯！啊，又死人咯！哎呦，迄小查某会害死人，出面见面，你都进来看哦！惊死人咯！哼，做你走，我即马要杀你，你累死一只狗也搁较简单。风暗树，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。阿娘，唔使你，不要紧无？你免惊紧啊，天生哦，我们公司你甲照顾吼，你要休困一下才行。好啊，我要来看我囝，你紧带我去。好行哈。哪有人看见面？看卖，哟，别大用话术。喂，你先去妈做咩啊？我来看卖发生什么代志。阿你啊，你来较细哩哦。我知啦，偷偷行啦吼，偷偷行。查某请查某，要害死人啦！出鼻刀啦，紧来救啦！啊，真正来啊啦，无有味哦。段姐，不管你是真笑是假笑，今仔日我绝对袂放你耍。爽快！段姐，你到底练什么武功？会当无代志，佫会当去我的累？啊，算唔知你哦，三好加一好，我四好啦。啊，查某人着较温柔体贴的，咱车白白，聊聊就起骹动手，莫怪你会安尼啊！奇怪呢，啊，头拄伊下我哪敢若比食物件较饱？段姐，我咧问你话，莫伫咧遐顶风辣笑。又搁断情，我著讲过啊，空空非断情，断情非空空，空空非空空，断情非断情。你若叫我空空凡事，就拢会通。你敢若咧认着人？好，空空，我问你，你哪会晓这款的功夫？哦，我知。
你是毋是讲食物件的功夫？安尼我知你咧受气啊！你个人慢慢安尼遐小气，啊，食甲你吐出来，你就一直受气，啊无安尼嘛？啊无，我有连工来化验，啊化一个我头拄吐出来共款的物件，搁三顿害你就好啊！受气要怎？你。不对，我哪会枵呢？哦，这招够厉害哦！我想袂到段情师有这款的功夫。啊，伊到底是真正痟，还是咧共装痟的？我拢想拢无呢。啊，煞起来，来去变宝娘娘。天星，阿兄，林公主，林公主，天星，阿兄，天星，天星，林公主，天星有要紧无？有啥物有险无？阿娘，林公主的意思遮尔好，阿遐袂有代志啦。你免紧张啦，你家己的身体较要紧啊。对啦，老夫人，你家己也顾好。若是天生做你放心，我都要甲伊赞美。伊是淡薄仔内伤，只要化物顺气，好好休困，都无代志。多谢林公主。免多谢，这是我做会到的，你免遐客气。多谢啦。天星，天星，阿娘咧叫伊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要紧精神呢。天星，阿娘，你放心啦，拄则林公主有讲过，你免烦恼吼。林公主，真好，我阿遐人好好的，是安怎会受伤？你是去倒位？恁伫倒位啊？甲伊救起来？是安尼啦，阮拄落去山内底挽药草啦，啊看到伊天星倒咧遐，紧甲转转来啊，所以讲伊是安怎受伤，阮嘛唔知影啦哈。好佳哉！我阿遐这阵仔真正足奇怪，一下中时啊做一寡莫名其妙的代志。今仔佫走去山内，我看一定是互某些人牵去。娘娘，我带无闲甲阿妈要妈祖庙时阵哦，离半路发现一件天大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就是迄姚女煞去要抬着公公大师呢，伊一箭拍过，结果公公也无解着，规公力哦拢甲起入面呢，实在太奇怪。空中师是有功夫的哦，哪有功夫，佮不哩啊厉害呢？反正哦，无变我知影，伊功夫真哩厉害，这叫做青虫不落。田李顺风，恁两个拢唔免搁再想，一切自有因果，因会家己去了断伊的因缘。咱还阁有正事爱办。是啥正事啊？我想要来去游明洞。游明洞？啦娘娘，啊游明洞啊无半只好心帮啊，你起来是要创啥？我认为顶一摆天生的受伤非常轻，所以我想要来去洞内找看有线索。陈立顺哦，你莫用发力。当时对迄个山壁出奖。哦，好。来，你等下啦，顺风公主，无用法力，你我就拍远咯。较乖的过啦，行啦。来。顺风。是。捡一个石头过来。好。娘娘，你伫咧看这两粒石头是咧创啥？你感觉这两粒石头有啥物无共款？一粒大，一粒细啊。恁拄了无用法力，也毋过天生的功夫嘛无可能赢。伊甲咱讲，为着要脱离魔性，所以毁掉这个游明洞。以伊的力量，
娘娘，你的意思是？这个姚明东，不是后天先毁掉。娘娘，这哪有可能？今仔日是天仙变做龙王日子呢，啊，不过龙王也无现身，啊，天仙嘛是有重伤啊，这就证明天仙的善良甲龙王魔性有互相交战过啊。对，而且这是灵王修炼完成的所在啊！伫咧这么重要的时阵，除了天仙，伊无可能互任何人入来破坏个好代志的啦。天星，伊分明甲魔力两子已经合二为一啦。为什么伊要骗我讲伊已经除掉魔性？伊到底是存什么心？伊是要做什么？阿娘，你先休困咯，我来照顾阿兄。我袂忝啦，我要伫遮照顾恁阿兄。等甲伊真心，叫我一声阿娘，我毋才会放心。天星，阿兄，天星，你是谁啊？阿娘，天星。阿兄，阿兄，我甲阿娘来看你啊！天星，阿娘，你真心好啊！阿娘真正互你吓惊着。小等林公主转来，阿娘咱麻烦伊，搁甲你看者。阿兄，好佳哉拄着林公主，啊若无，后果真正不堪设想。妈祖娘娘，感谢你保庇我阿兄好起来，感谢你，感谢妈祖娘娘保庇阮囝平安无代志，感谢你。阿娘，你是毋是会当原谅我？我要甲我生气啊！你对秀莲做出这尔伤害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无生气？也毋过一听到你受伤，我心内是足惊的，足惊真正失去你。无论如何，你是阿娘的心肝宝贝，你知影？阿娘，是。天心来受伤，伊即马毋知安怎。我到底是安怎？是安怎一直在想伊？袂呢，我会甲放好袂记你，我一定会甲放好袂记你。先扛的啦，紧对我来。关紧，是要去倒？去看我阿兄。天生，甲我已经无任何关系，我无想要去看伊。秀莲，我知影你真烦恼伊，是安怎要安尼为难你家己啦？关紧，我已经想开啊。既然你阿兄对我无感情，我嘛无想要搁孤孤单啊。秀莲，你莫安尼想啊！我知影，生前迄天，我阿兄安尼对待你，实在是有够过分。啊，毋过伊昏去的时阵哦，都一直念你的名，他拄仔精神，就问我甲阮阿娘。你有去看伊无？讲真实的，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咱两个是好姊妹啊！啊，我当时捌甲你骗过。秀莲，不管真情发生什么代志，只要你两个人当面讲好清楚，一定都无代志的啦。
好啦。阿娘，多谢你。坐咧啦。娘，你嘛坐。天生，我囝连心，我相信伫你的心内，还是一直咧爱秀莲对无？阿娘，这件代志我无想要提起啦。是安那无想要提起？好好一桩婚事，你突然改变你的心意，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你的本意，是不是你有啥物苦衷？无啦，阿娘，哪有啥物苦衷啦？代志都已经来发生啊！我唔管别人安怎讲，别人安怎骂我啦。阿娘相信你一定是中邪，啊若无，伫咧成亲迄天，你绝对袂黑白讲遐个话来伤害秀莲。秀莲是真心咧爱你，只要你去甲解说，甲讲一切拢是误会，我相信伊一定会转来。阿娘，我袂当违背我家己良心，我嘛袂当欺骗你，我是真心真意咧爱慧敏。你真心咧爱慧敏，啊那你甲我讲，你甲秀莲的感情到底是安怎？阿娘，我甲秀莲迄段感情，我已经有想清楚，我是一时去互袂去，我毋是真心真意咧爱秀莲。秀莲，秀莲，阿兄，这尔残念的话哪会讲会出嘴？拄则秀莲都伫咧外口，你讲的每一句话，都亲像刀仔共款，插在秀莲的心肝内。你真正有够过分啊！华英，秀莲若有听到，安尼上介好，用早互秀莲对阿兄死心，安尼以后秀莲就袂卡伫我甲慧敏之间，安尼是会更难晓，你知无？阿兄，天生，你来变甲这尔无情，这款无情无义的话，你也讲会出嘴？我真正唔知我是安怎教的，哪会教出你这种囝？阿兄，你莫生气啦。沙琪，你确定空空大师就是段静？伊无死？无唔对，伊家己讲，伊是空空，消消人人，敢若唔捌我呢。啊，毋过我会当确定，伊就是段静。上好的是正经起笑，咱也会当较省事，了伊一命，可以继续做空空大师。不过，伊若是敢若伫遐咧点点点笑，安尼咱是毋是都爱小心提防才对？将军，我本来想要互伊死，啊，毋过伊根本拍袂死。拍袂死？伊即摆功夫已经全废啊！你凊彩用两招啊，就听我甲拍死啊嘛！我讲的是真实的，即摆的段静，规身躯敢若铁拍的，根本伤伊袂着。上奇怪的是，伊阁会去别人的内力，真歹对付。我若甲伊硬拼，恐惊伊毋是伊的对手。原来雪琪夫人后囝的人哦，是谁啊？确实若真是安尼，伊即边出现叫做空空，又搁练遮尔奇怪的功夫，这其中必有因果。空空。讲，这是将军府，
袂当互你乌白弄的。你有啥物代志？我是有啥物代志？来，我讲，来，这件天大地大的代志哦，敢若3个人知。我知啊，嘘，较细声。3个人知，就是天知、地知，啊，搁一个死，一个还没出世，唔对咧，无咧，安尼都变4个对无？啊，一拢当几个啊？我算看卖，天知、地知，啊，搁有死，啊，未出世，啊，安尼就死。拢当死。你做啥？消话想啊！你走在这讲这句话无诶？你唔去走？哦，走，哦，当然，叫你走，是为这边走，是为这边走。啊，但是我就要为这边走啊！放心，是。你看，那遐紧就软脚，所以啊，唔通酒色过度，阿弥陀佛。你这个笨蛋，你要看真心。臭袂想，刚走来闹阮将军府，你若是唔走，我就让你死。嘿，莫甲我吓惊着啦！回心去找道士收惊足老贵的呢。你来看，这车局汉尔啊，术士啊，了澎湃。哦，迄花园比树林还较大。哎呦，这个大门设计甲气派辉煌，一定是出自名家之手，带着一定正术士。你啊，是外国嫌生啦。好信。啊，那有个屁咧涂骹，啊，断情。哪来遮？唔好你甲看哦，因屁咧涂骹是家己身体歹，我唔是凶手。启禀将军，我将某人验归伊，当中退下。是。好来，你嘛溜溜就屁溜溜就走来用者。哦，歹看面，你确实有厉害。你目睭眼底咧到地，袂输敢咧灵眼多在北壳有无？啊，你迄声势袂输敢咧屎咧叫。讲4字尔，走到喷气，我不较流汗呢。这个姑娘水，确实真水。哇，面了洗了水，但是你迄个眼神哦，心肝那啥鬼？你头壳擦了水，袂输敢若拢袂鸟来烫无擦。段情，你来将军府创啥？你拄则是咧甲我讲话。空空大叔，你哪会来遮？我哪来遮？问了袂歹。哟，我哪来遮？我为何而来？啊，来处是为何？歹势哦，恁敢捌安尼？忽然间讲话讲到一半吼，全袂记得要讲啥，还是讲哦，你行去迄个所在，忽然间全袂记得讲我咧遐是要创啥，捌无？啊，这声真正想到啊！煞唔知吼，有钱我就有好的烧酒通啉，有通食澎湃的料理，有通去买水的佚佗物，袂歹吼，有钱袂歹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有人开钱叫你来遮？啊，对，你较巧，有钱，啊，就一个空空的人吼，真空，有钱讲家己不要开，讲叫我开啦。田生，我给你一摆考验的机会，你若做会到，我给你入去将军府。我做会到，安尼啊，我一定要跪大将军。我若无跪大将军，伊就无了解我对慧敏的心。到底是安怎？为着要进将军府，为着慧敏，你含安尼的话拢无要听。妈祖启示咯，每一个人拢应该尽家己应尽的本分，爱有责任感。甲正义感，去奉献家己的良知，也甲良力。红颜像花丛，天真看雨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
身边已经有别人，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赶无通，大声烈酒热暗，看阮舞步遥望。